嗨，高太，最近好多石屎剝落，跌落街砸親人、砸親車嘅意外新聞，搞到我啲客好緊張，問我室內天花維修點做先穩陣，唔使驚跌落嚟砸親佢。石屎剝落前一般已經有幾個先兆，例如天花或牆身隆起，出現水痕或水漬，明顯裂痕，出現鏽跡，敲打時有空鼓聲等等。所以一出現石屎剝落，通常係長期累積，一定要及早維修。如果不及時處理，輕則影響建築物結構安全和外觀，重則石屎剝落傷人造成危險。根據建築物條例，石屎剝落責任主要由業主負責。業主有責任確保其建築物結構安全，但如果涉及樓上裝修或滲水，業主及樓上住戶均需負責。修補唔可以淨係表面清走爆裂石屎，用英泥沙修補就算數，一定要專業師傅處理。維修時最緊要揀啱嘅修補材料，跟住正確工序去做，咁樣先至穩陣。咁點做及點揀用料先至啱呢？首先講正確施工程序，清走、鬆脱舊石屎。生鏽鋼筋要用鐵線擦，內內外外完全擦乾淨，再掃防鏽油。如果鋼筋有明顯侵蝕，就先接好新鋼筋，再掃防鏽油。等乾涸後用接合劑，即係大眾所認識嘅牛奶水，增強黏力，再補上修補泥。咁有冇防鏽油介紹下呢？有3個選擇。第一，用水泥基鋼筋底漆，我會推介用意大利馬貝 Mapper 1K 防鏽粉，佢係一種單組粉砂漿，配方基於粉末狀聚合物、水泥結合劑和防腐蝕劑，用於塗抹在鋼筋上以防止生鏽，加水比例為5:1混合，操作方便。第二，如果想一石二鳥防鏽，同時又有牛奶水功能，西卡底有 Unicell Primer 就啱晒你。呢款底油需要以1:1.5至1:2比例與英泥粉混合，塗抹上鋼筋後會形成一層鈍化層，防止有害離子侵入，並與後續施工材料形成牢固結合。在混凝土基材上 ，Unicell 底油可增強黏結力，並形成防水及阻止離子滲入。第三，富斯樂 Nitoprime Synchrich WB 係一款專門用於裸露鋼筋既防腐底漆，並與所有富斯樂 Renderock 混凝土修補砂漿兼容，能主動抵抗腐蝕、環保水性、快速乾燥、耐高溫、高硬度，並且具有良好化學耐磨損性。明白。咁啲修補泥又有咩特別需要注意？係咪用英泥沙都可以呢？香港房屋署有6項修補砂漿要求，例如28天抗壓強度、7天拉伸強度、抗裂測試等等，所以都要揀功能數據達標嘅材料。天花計劃用25級輕質修補泥，黏力強、夠輕身，梁同牆身受力大，就用高強度40級修補泥。25級同40級係咩意思？呢個其實係修補泥施工28日後，抗壓強度分別達到25同40兆帕，係行業標準。咁市面上有乜牌子產品可以介紹，同埋點樣揀？好多牌子都有呢2款修補泥，包括馬貝、富斯樂及偉伯。呢啲牌子產品都能達到行業要求。通常工人會傾向用黏度較強，操作容易。尤其要做天花嘅時候，可以一次過上更厚、更多修補泥，縮短工作時間。多謝高太，我哋師傅而家都知要揀啱用料，跟足正確施工程序去維修天花，用啱修補泥，強度夠，黏得實，再做好保護，石屎就唔易剝落墮下，安全至上。仲有一定要注意以下3點：第一，防鏽油要乾涸後才用黏合劑掃石屎；第二，黏合劑微乾黏手狀態上修補泥；第三，修補位置按房屋署要求用膠板圍封最少3日。揾高見，一站式防水維修物料就係咁簡單。